乡亲啊，这个调野已经争论真久的普发现金1万块，总算是定案了。上紧10月中旬。 国庆年假了后，就会当来发放。比照着过去普发着6000块的形式，民众会当自到这个自动提款机直接来领钱，嘛会当线顶登记直接来入票，或者是亲身到邮局去领。 真侪张1000块伫咧点钞机跳慢步，这算钱的声音，互人听甲心花开。今仔日行政院会决定要互民众今领到1万块。中央政府因应国际情势，强化经济社会及民生国安韧性特别预算案才是决议通过，务必要在特别预算公布1个月内启动现金发放的程序。人性特别条例预算案拍板，1万块入库地紧啊！立法院30通过部分特别条例后。 行政院会拍板预算后6月交立法院审议，这个会期预计19号开启，这个调野拢有强势的进行之下，有机会更审完预算。但是照财政部期待10月初公布生效，上紧在10月中过对当发。不过知影当时领要去倒柜领咧，比照过去普发6000块的形式，民众会当到 ATM 直接领更加便利。另外包括线顶登记直接批来，摕身份证或者是健保卡到邮局。 领现金，地电族群亲像领年金含津贴补助的人，无需要申请就当入票。偏乡或者是无银行口座的人，买当自出来领。为了搜寻普发现金1万元，可以看到行政院特别设置的网站，而且为了避免诈骗，还有对应的客服专线。这一边行政院设置拢总编5500亿，强化韧性部分编1500亿，普发现金2360亿，消费支持710亿，产业支持方案拢总1130亿，其中200亿的劳作后续编列额度，看国际情势的影响，才过来拨钱，调野争论真久，普发现金总算定案，上紧1个月后，民众就好康通领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